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0月20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目前台南市所列管的主办中会有36件，当中有28件进行法律诉讼，所占的比率非常的高。议员柯志春伫议会总质询表示，这是有心人士买人头介入中会，违背同意书拖延工程所造成，所以要求市府以中会委员会出面协调，针对无适合的中会标准进行修法。主办中会纠纷一直以来相当的多，议员柯志春伫总质询表示相当感慨，因为目前也有28件主办中会案加的法律诉讼。根据了解，善良地主因为有心人士买人头介入主办中会，不但地主权益受损，市府嘛提无公共设施的道路甲公园，所以建议市府提供善良地主的对等资讯，且中央搁再修法，幸好主办中会前期的多次发展空间。我买了一块地，原本是一个地主，我可以把它变成50个地主，把它土地分割。那这样的委员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良性，良性就是比较善良的地主。我希望这是重新分配。我叫西部经贸，我们公共设施完了以后，希望这个土地能够善加有价值观。徐议员你所讲的，所以很多自办从化，第一个纠纷多，第二个有一些利益团体包括黑道可能会介入，但是重点在于核心问题在于你所提的一些善良的农民、渔民或者地主，他们在资讯跟那个财团或者从化公司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往往在不了解或是被误导的情况下，就签下一些不该签的东西，然后导致日后的这个。不管是公办还是主办中会，拢是都市发展的重要一环。不过，一旦主办中会成为有心人士早期独立的工具，但不是地方所欢喜看到的。所以，希望公权力介入，以修法主办中会会标准来阻止买人头的弊端，扫除都市发展的障碍。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蔡小薇伫个总质询针对东区东门里威下里临时活动中心当年破损需要整修，却出现问题，指其是不当的动产所造成的，要求市府赶紧提出解决的方案。对此，市长回应，将会厘清产权的归属，看敢会当另外找地点来兴建活动中心，或者是由民众服务社出同意书来做简单的整修。议员蔡小薇表示，东门威下里活动中心使用已经超过60-70档，目前内部天棚破损相当严重，本来预计车公所并预算整修，后来才发现地目虽然是工务局管理，不过建物却是民众服务社，也是不当动产处理委员会所质疑的国民党附属组织，造成无法度修理，所以要求市府提出解决办法。权责一定要分合清楚。这是伫阮东区东门里威下里临时活动中心内底的状况啦吼，伊的天棚一定崩落来呀。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日光灯它已经垂吊在那个部分了。啊，跟竟然最后咱无法度处理，咱竟然无法度处理，有问题就出现对这嘛要互市长知影。这个所在呢，伫个咱的知识馆顶边啊，成功路的知识馆顶边啊，伊这个地是咱市政府工务局的，啊，过伊的建本煞是民众服务社的。因为安尼，所以咱公部门无法度用咱的经费来修正。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就产权、土地跟这个建物中间的关系去理清，这是一个。那如果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寻求其他，比如说像看有没有办法单独找到土地来设活动中心。那个还有另一个东门里有没有这机会？那朝这是治本的方式处理。那治标的话是先去寻求可不可以他们出具同意书，
先让我们做简单的修缮，因为盖一个活动区可能要2年嘛。是。议员除了关心地方建设，嘛针对2023年全运会来台南举办，伫总日巡除了强烈呼吁将体育处升格，扩大组织编制甲预算，对着场馆的整修，一档只有600万，要求提升。台北市它是升格的部分，那依照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在我们台南市体育处正式人员的一个编制也才32位。那我记得在上一次教育局体育处的一个工作报告内容是有提到，要来让我们全台南市的这个学校的人员来协助分配这样的工作。郑局长，上次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明？是我想，我们既然承接了112全国运，那台南我想我们会全力以赴办好这一个赛事。所以我们这一次新北办的全国运，我们也有一些组那么去做观摩。那我们目前大概分成5部，有30组。那这一些当然我们也有借重我们第一线有些校长，其实他们办体育活动相当有经验，那一起来那么协助。那这个部分我们目标就是要办好我们112全国运。我想来不及升格，但是我们眼前112就要来了吼。北府来升格，不过咱的人员认为啦吼，还是要保护足啦。因为你就算第一线的校长来协助，真的校长伊家己嘛原本伊的工作爱做啊。议员伫总日巡持续关心运动相关议题，包括车市府规划提升民众运动意愿的计划，参像女性运动日、亲子运动日等等，来打造台南成为运动社区。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后壁区的员工除了有乌树林、兰花园区，也阁有电视剧《淑女养成记》伫精寮老街顶拍片的景点。毋过，互议员李宗翰烦恼的是，一旦戏剧的热调过后，是要安怎行销发展？所以要求市府爱将相关的预算交予在地公所来做主导。虽然现在精寮老街因为戏剧《淑女养成记》的带动，对中秋甲国庆连假拢出现大量的观光人潮，不过议员李宗翰相当烦恼的，一旦戏剧的效应消退，老街日后佫有啥物特地行销发展，要求市府重视。对此市长相当认同，要求一定要避免蛋挞效应。那他接下来已经没有连假。他可能要遇到元旦的时候，春节连假228之后，当天气开始转热之后，我们的精寮老街是否还会有这么多的来客数？市长你怎么看？我觉得我真的要避免蛋挞效应哦。是，我们还是需要做中长期的规划。是哦，一时大家想去看那个这个点那个点，那个都是一时的。如果他来这个点那个点之后，他觉得下次可以再来，不一定是为了淑女2而来，是为了觉得这个地方老街真的有哪些我的回忆，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买的东西，我喜欢看的点，这点比较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剧，任何一个那就是一时的，而且记忆会慢慢淡掉。当然，后壁区除了精寮老街，也有乌树林、兰花园区的观光焦点。议员表示，国际蓝点因为疫情已经停办2档，嘛要求172线拓宽完成以后，一定要将相关的预算直接拨予后壁甲咸水公所，结合在地共同行销。预算组分开组分做迄个中安里和福安里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有特别讲拜托迄个民政局同事。去和迄个原来乌树林里的里长和镇社区的理事长做一个沟通，沟通过，伊也相当会当了解迄个情形。实际上，目前这个法令要甲恢复去像以前，伊其他条件事实也足困难。要叫当地人来联署这件代志，去超过1/2的人，所以这点足困难。议员会长嘛针对第一线拍火兄弟致癌风险增加，所以要求消局一定要落实每3档补助1摆健康检查预算，临时少年的拢轮袂到，尽力来保障因的健康。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国立台南嘉义高中舞蹈班为民国79年成立至今，今年拄好满30档。
所以今年的毕业成果展主题就是代表家济舞蹈32日的里程。因为伫疫情考验之下，可会当顺利演出是一件真幸福也真幸运的代志。所以学校伫10月20号举办校内演出，未来将会巡回台南、高雄、甲嘉义进行校外公演。国立台南嘉济高中第30届舞蹈班新歌展，20号下午伫校内首先来登场。今年的主题30，特别邀请台北大学、台湾戏剧学院、台湾体育大学、甲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等舞蹈班的老师参与编创。这届毕业展总共有8段舞曲，演出的内容包括芭蕾舞剧、少数民族、彝族少女的成年仪式，甲充满抒情对话的渔火，祝福学生岁月的致青春，以及新冠疫情的形势一起呼吸。甲台南在地描写台湾背景之一的安平晚度。30呢，对一个人来讲，我们常说30而立，所以对一个舞蹈班而言，在这个30年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辛苦的耕耘。那为了呈现出30年来的努力，这一次在舞展的舞马当中，我们有几首其实是致敬这样子的青春岁月，比方说《致青春》，还有我们下半场有一首《The Power of the Roots》。它其实都是在讲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稳健的扎根，然后才能够让这个成果能够枝繁叶茂。对佳琪舞蹈班的孩子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度疫情的关系，非常多高中的舞蹈班取消了上台的演出。那我们常常觉得孩子们3年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在毕业展上面一个璀璨的展出，所以能够让孩子们完整的完成校内场跟3场文化中心的演出，其实在这个疫情时代真的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那因此在我们的舞马当中也有几首非常值得推荐的，包括说一起呼吸，展现了这一个在疫情底下渴望呼吸跟想要挣脱束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另外呢，我也要推荐就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第2首舞马叫如歌霖霖，这个呢是为了致敬我们的诗人王章他所写的我们台湾8景之一当中的安平晚度。校长表示，因为疫情的降级甲未解封，互这群舞蹈班的学生有上台表演的机会。除了20号的校内展演，接线还有校外的巡演。10月23伫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各开4曲。10月27甲30两天，分别伫高雄的大胆文化艺术中心、甲嘉义的表现艺术中心来演出。欢迎介意舞蹈艺术的民众踊跃买票入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大陆寄来台湾的天顶姑娘孙雪娜，因为疫情已经有2冬无回去天顶的老厝。每当伊思念故乡的时阵，都会家己做天顶的料理来怀念。有一届伊做天津煎饼，结果亲戚朋友食了拢一直饿了，所以即马伊嘛伫安平开了一间煎饼店，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美食报卖啊！
在热煎板上淋上1勺面糊，用工具将面糊推成圆形，再来打个鸡蛋，撒上芝麻，涂上酱料，最后再把配料卷起对切。这道口感酥脆软 Q， 这道丰富配料的天津煎饼，现在在安平也能吃得到。我觉得它吃起来蛮清爽的，而且有一种脆脆的，哎呀舒服的感觉。对啊，还不错。然后它还不错，然后口味不会太重，蛮好吃的啊。怎么说？就是蛮多料的啊，味道配起来也很足，就这样。可以吃到什么料？大概？它吃到薄脆、榨菜、葱花、洋葱，然后呢，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配料。天津煎饼它的饼皮呢是由绿豆、小米，然后还有面粉，就是和成面糊，然后把它就是摊成饼状。而且它这个饼就是区别于其他的饼，它比较是软 Q 的，是比较松软的。然后里面呢就是包的一些像洋葱啊、葱花，然后榨菜、生菜、蔬菜，然后再放上薄脆，薄脆也是用那个面皮炸过的，就是很脆的那种。原本是因为思念家乡味，才会自己动手做起了天津料理，意锦乡愁。想不到亲友在品尝过孙雪娜的手艺后，都鼓励她可以来做煎饼生意，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摊子。因为疫情回不去，所以就一直很想念这个味道。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天津的时候，就是早餐应该是必备的，就是几乎每天都要去吃。对，来到这里，然后就突然间非常非常想念它。我就在想，就是说，可以自己来做一下。对，然后像思念家乡那种感觉吧。然后还想就是把天津的美食，然后带到台南来，因为我知道可能台南这边天津的人可能来这边的会少一点，可能那边的美食大家还没有尝到，所以我是想把天津的美食一点一点的来带到台南这里。那家煎饼铺位于安平安北路上，每天下午2点开卖，卖完就收摊。喜爱美食的观众朋友不妨走一趟，尝尝看天津姑娘孙雪娜的天津煎饼。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被称为台湾现代版画之父的艺术家廖小平，现主时正伫台南市美术馆的旅馆举办展览。这届展出是受这一60多档来创作，透过镜头先带大家来欣赏。艺术家廖小平，伊的创作并无局限伫咧版画领域，对着画图、浮雕、雕塑、复合媒材等，也拢真擅长。廖小平将思考甲文化根源呼应伫咧创作顶面，互观赏者有无同的体认。现在廖小平跨越疆域的最前线展览，当伫咧南美旅馆展出当中，文化部处长肖忠煌以及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等贵宾，也拢来到展览会场祝贺。很高兴可以参加廖秀平老师跨越疆界的最前线这样的一个回顾展的一个开幕。那这个回顾展跟过去我看过廖老师几乎我如果说有展览的话我都看展览策展方式有点不一样因为过去的策展方式的话比较偏向媒材技法的，还有主题的分类。那这一次的展览的话，基本上来讲，它跨越了廖老师的一个超过70年的一个创作的生命历程。老师的作品都是源自于文化的根源，所以我们大概也看得到刚才那个司仪所介绍的，他身上穿的那个版画的作品，就是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庙宇里面的一些符号跟概念，所以也非常不容易的把我们东方的一些符号元素。展现在老师的作品跟各项的这个他的作品的，不管是绘画的、浮雕的，甚至是版画的。艺术家廖小平对着这次会当伫南美馆顺利开展，表达对观众的用心以及感谢。台南美术馆帮我做的这么仔细，用 line， 然后我以前比如说大阪世界博览会的现代美术那些卡达罗古，都把它吸收出来，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还有
我在纽约跟维特尼美术馆跟阿蒂沃荷塔的这些画册也读，所以我很感觉这个台南美术馆的确跟普通美术馆不一样。廖小平跨越疆域的最前线，展览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明年2月27日，在台南市美术馆1楼展出，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前来参观，欣赏台湾现代版画之父廖小平60多年来的精彩创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每当拢会举办理小节目5市奖评选，为了让儿童甲青少年有机会担任节目的评审，所以今年再度举办评审培养的野队，总共有来自9个县市43位学生参加，让因也有发声的机会。恭喜！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举办的儿少节目5星奖评选活动，今年将迈入第21届。为了落实我的节目由我决定，美观再度举办2021儿少评审培力营队，共有来自全国9个县市，共43位国中小与高中学生参加，来参与儿少节目5星奖中儿少评审团奖项的节目评选。因为去年非常好，我们今年就也扩大了招生，把名额呢增加了2倍，所以今年呢从这个宜兰一直到屏东，总共有9个县市哈，不辞辛劳的，因为其实以前是2天1夜，那今年因为疫情只能办1整天，还有父母亲都陪着来哈，搭车陪着来，所以我们有来自9个县市43位的，从国小到高中，那刚好性别也是一半一半，所以我们性别非常的平均。我们其实对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儿少有一些保留的名额，比如说声音障碍朋友，或者是原住民小朋友，或者是新住民的这个小朋友。那今年呢，这个有1位原住民的小朋友来报名，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希望明年有更多的不同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除了参加这个活动，能够让孩子们知道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些辛苦的过程以外，我相信他们的意见也能够在将来给国内的电视台制播这一些青少年的节目或是儿童节目的时候，有更好的回馈。在营队主持人的带动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中小与高中生热络的互动，先进行儿少节目宾果大作战，了解学员有看过哪些儿少节目。1日的营队课程中，美观也安排讲师分享儿少节目制作的甘苦谈，让参与的学员收获满满。我觉得讲师讲得很好，就是关于儿少节目应该由儿少自己来做决定，因为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就有说，儿少应该要有知情权跟表意权。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方式去决定我们想要看什么样的节目，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而且就是像美观他们开创这个先例，就是有培力儿少评审，那就让更多年龄层的孩子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能有这个权利，甚至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发声。这样，美观多年来持续举办儿少节目5星奖评选，近年来也观察到儿少节目制作大环境的辛苦与挑战。但美观表示将持续扮演推手与平台的角色，透过儿少评审培力营队的举办，让儿少观点有发声的机会。而这次营队能够顺利举办，美观也特别感谢中嘉宽屏庆联港都赞助支持这次的活动。我其实真的也非常感谢，就中嘉集团他们愿意在花一些力气在支持我们培力这一些这个小学生跟青少年的这个上面，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小朋友青少年知道制播过程的时候，愿意把眼球再放回来我们的电视节目，那这样就可以直接从乐听众的这个角度直接鼓励很好的节目。美观指出，透过年度儿少节目5星奖评选与儿少评审培力营队的举办，将持续扩大儿少朋友的参与，同时也让节目制播单位能了解儿少的想法与关注的话题，鼓励制作出更多优质的儿少节目。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